了，继续来看是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甲这个派遣的系统过来升级，启动全台湾上大的智能行动的车队，只要来报案，就会收到安心的简讯。会甲你讲，这个救护车或者是消防车当时会到，啊，嘛有专业的护理师教咱安怎用心肺护肺术来救人。 压制速度这样很好，持续一直压，不要停哦。伫线上甲民众做急救，成功将这个心脏停期患者为死神的手中甲抢回来，就是因为黄金救援的时间分秒必争，即马距离不再是问题。焦点去消防局团的安心简讯的连接，到护理师也是高级的救护技术员，透过时辰直接甲你教。 虽然新北市的消防局上紧伫26就会使完成派遣，不过呢有同理心，知影讲民众会着急，所以讲结合物联网甲电子围篱的技术，只要报案就会收到简讯，拍开连接就使清楚看到救护车即马伫倒位。手机是一种定位方式，然后门牌号码也是一种定位方式，还有我们的经纬度也是一种定位方式，所以我们不只有一种定位方式。当年有60几万通报案的电话，其中救护的案件就20几万件。行动智能车队已经将救护现场500公尺内出勤转去队部的半路，也是空走救护车辆做线上的派遣，大量缩短反应甲到现场的时间。